大家好，我係 Jasper。咁今期咧同大家介紹嘅二手超級筍盤係真正劈價咗60萬嘅一個單位啦。咁就係位於中山西區彩虹片區呢邊嘅越秀天悦灣，曾經嘅一個王炸嘅戶型，93平方，做到橫廳嘅4房單位，係2個洗手間。並且咧呢個業主咧全屋裝修啦，包括封窗有埋家私家電㗎啦。咁曾經佢買入嘅價錢咧係170萬。170萬係幾年前2-3年前講緊，而且咧單價去到18000蚊平方，依家僅需100萬左右就可以攞低啦。亦都同大家講下，重溫下呢度西區片區嘅一啲配套先。咁我依家咧係位於中旅彩虹嘅會所出面啦，咁後面有游水啊、健身啊，全部都有嘅。恆溫泳池有室外泳池、室內泳池都有。咁而且咧呢度身後直通巴士，亦都係每一個班次咧好頻繁嘅，1個鐘一班。前面呢度咧會有篤波地方啦。咁呢排嘅商鋪咧都係開晒㗎啦，有牛肉店啦、眼鏡店啦，前面有 KFC， 包括中山市嘅3甲級甲等醫院、中醫院，同埋前面新開嘅龍泉廣場，亦都有酒樓嘅。咁再前少少咧，就有我哋喜客多嘅一個大型嘅一個商圈超市啦。咁再落去咧，會有翻中山嘅彩虹綠洲濕地公園啦，同埋1+1彩虹里商場啦。咁今期嘅越秀天悦灣咧就喺呢度，肉眼可以見嘅，係啦，呢個位置。咁呢條路一穿過去咧，就到佢嘅大門口啦。大門口行路幾分鐘咧，可以到呢度嘅商圈配套，同埋坐直通巴士翻香港等等地方都係冇問題。依家事不宜遲，我哋入去一探究竟先。OK， 我哋依家從啱先開頭嗰度咧往前行，右手邊咧呢度係中旅彩虹嘅4期新苑啦，正前方呢度咧就係我哋越秀天悦灣啦。其實行路嘅話咧，可能就5分鐘左右嘅步行路程嚇。哇！呢個中旅嘅別墅，中旅戀呢啲都有二手別墅放出嚟嘅，即係彩虹片區呢度啊，係西區入面最好嘅啲環境面貌同埋配套最方便，好市正睇起身。呢度咧就係華潤人行公園4季嘅2期啦，呢邊就係越秀天悦灣啦。噔噔噔噔，呢度咧仲會近翻一個中山北站啦。未來中山北站可以接駁翻深圳西大站，一站接駁翻香港西九龍嘅。呢度後面仲會有迪卡儂嘅運動超市品牌，咁加埋咧呢度都會近山姆，因為佢後面條路咧已經開咗噶啦。好，我哋依家入去，呢度入去。一棟105，係啦，18樓單位，中高樓層，靚仔單位啊！咁我依家入停車場，去同大家去展示下先。哇！你係咪經常入嚟㗎？靜雞一入嚟做啲壞嘢，求其就入到嚟啦。有 face 㗎嘛？有 face， 呢？有 face 喺度嘅喺中間。哇！寶馬車主喎。嗱，OK， 往前行，因為佢嘅玻璃咧可能有啲暗啊，佢呢度。我哋一棟，大家睇下停車場，其實都入住率幾高下，好多車嘅呢度。我哋揾個車位先，稍後再見。OK， 咁我哋嘅寶馬車主啱停好車啦，然之後就嚟到咗一棟樓下呢度啦。啱先講到咧係位於18樓嘅呢個單位，靚樓層啊，景觀又開揚。咁大家睇下呢度樓下啲展示面貌。咁同埋咧，佢呢邊負1樓咧係一般抌垃圾喺負1樓嘅。個垃圾桶可能喺後面嗰度，係啊，喺嗰邊個位置。咁因為疫情之後咧，佢啲垃圾房咧就唔允許話開喺同層嘅走火通道入面啊！大家呢個要注意下。客戶啊都問唔到，佢話垃圾房喺邊度啊？全部都係依家喺負1樓噶啦。嗱，我哋依家上翻18樓，直接直觀咁睇下呢個橫廳嘅93平方4房單位。依家嘅單價僅需1萬蚊出頭平方，而且係新框框，比較新嘅。可能入住咗，我問咗業主啦，佢話1個月頂到翻嚟1-2次㗎，所以好新淨。而且依家價錢確實係劈價咗60零萬，起碼接近70萬劈價。OK， 上到咗18樓呢度啦。咁咧總層高咧係31層嘅，呢度相當於中高樓層。佢係2梯6伙設計，係啦，嗰邊有3伙，呢邊有2到3伙。
咁我哋過嚟睇到呢度咧會有個過廊位置嘅，佢呢度係有個塊玻璃係防止日後即係落水之後咧會濺水入嚟，呢個幾好嘅。咁今次睇呢個93平方咧，就係呢個單邊位啦。大家見到呢個 area 嘅位置咧都係供你使用翻嘅。咁包括呢個位置咧，佢都係有塊玻璃，佢就唔會話封埋。如果封埋嘅話咧，全部牆身嘅話咧，採光就麻麻地啦。咁細心之處呢度會有掛鈎嘅，即係起碼你出去市場買餸翻嚟啊，可以掛個一袋嘢喺呢度，攞鎖匙出嚟，或者輸密碼都幾方便嘅。OK，please welcome home。入到嚟咧，呢度咧本身佢係冇窗嘅，即係要自己裝修嘅。咁佢呢度單位咧全部都幫你裝晒啦，包括咧呢度有防蚊網啦，呢啲都係有埋嘅。然之後呢度會有個入戶嘅玄關鞋櫃啦，雖然話簡陋少少，但係起碼都會有。橫廳嘅，咁我哋先開個總價先。OK， 好光猛，大家睇到橫廳嘅成個餐廳客廳嘅位置咧係好通透好闊嘅。咁包括咧我入到嚟呢個餐廳位置咧，4人台啦、凳啊、台啊，全部都好新淨。咁呢度咧會有飄窗位置，飄窗位置上面咧做咗個收納櫃啦。咁包括上面可以擺嘢啦，同埋亦都唔會話遮擋住呢個窗嘅一個透光同埋通風性。咁呢度欄山咧，如果買咗之後咧，後期自己可以拆嘅。咁先睇廚房先，呢邊廚房呢個位置咧，整咗個細嘅 L 字廚房，但係咧佢都做咗個中型嘅雙門雪櫃，但係呢個雪櫃都細咗少少。其實你見到咧，呢度空間係比較多啲嘅啊。咁正常呢啲抽煙機啦、灶台啦、消毒換櫃啦，都係曾經嘅一個家訪標準嚟嘅。咁再睇第一間房，即係我入門嘅右手邊咧，呢度係第一間房嘅。第一間房咧就簡陋啲，大家可以睇出，因為個窗咧係唔搭露台佈建，就送一半面積嘅房間啦。咁呢度咧就 set 咗一個1.3米左右嘅床啦，同埋一啲簡陋式嘅衣櫃啦，見唔見到？其實入住痕跡咧係感受唔到嘅。咁包括呢個 sofa 咧，1、2、3、4人 sofa 啦，其實呢個咖啡色睇起身幾搭配幾協調，嗰啲門嘅顏色嘅意思。包括有冷氣，有翻簡陋啲嘅電視櫃嘅位置。呢度陽台、主陽台做咗風窗啦，見唔見到？其實呢個風窗咧，可能都接近7-8千蚊起。雖然話佢間嘅玻璃嘅一個形式多啲，所以個7-8千蚊係差唔多。咁包括咧都係有啲蚊網喺呢度嘅，上面咧會有個升降嘅晾衣架啦。咁呢度可以調嘅，係啦，用你轉佢就會落嚟㗎啦。小心頭啊！然之後咧，佢呢個燃氣灶啦，同埋呢個洗衣機咧都係有埋嘅，即係你買入之後咧，直接拎包入住，攞啲衫褲被鋪啊，換下床墊啊都可以㗎，或者係換下啲房間衣櫃。咁入嚟呢度第二間房啦，第二間房咧都係1.3米左右、1.5米床，然之後咧推埋佢飄窗嘅位置，咁亦都平衡咗飄窗啦。如果再鋪大啲嘅床墊嘅話，其實可以瞓埋過去嘅，咁個闊度就好闊啦。咁呢度咧就冇 set 一個衣櫃。咁嚟到呢個位置咧，有個3進式嘅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，鏡櫃。呢度咧就係坐廁同埋一個淋浴空間，有飄窗，飄窗咧可以坐去沖涼，亦都可以放啲其他嘅沐浴露啦、洗頭水啊呢啲嘢冇問題嘅。講緊第二間房，咁第三間房咧，呢度會有一個都係細少少嘅房間，可以做個書房啦，或者做個工作室啦。呢度就簡陋少少噶啦，或者做 BB 房。咁其實佢望出去景觀咧係好開揚嘅。啱先都冇着重話喺主陽台嗰度講。然之後呢度主人房咧入到嚟，佢係套間嚟嘅，咁會有個洗手間啦。呢洗手間比啱先嗰個大好多，咁佢就唔係3進式嘅一個洗手間，會將啲空間利用性利用得好好，包括嘅洗手台嘅位置啦，闊度闊咗啦，同埋鏡櫃啦都係闊咗嘅。座廁上面咧又擺啲毛巾嘅位置啦，同埋咧飄窗呢個位置咧會有啲嵌入嘅地方，係擺嗰啲洗頭水啊、沐浴露呢啲等等嘅嘢嘅，係幾好嘅。入到嚟主人房咧，佢冇擺張床啦，可能佢想將呢個單位賣出去之後，就將佢主人房嘅床搬走。重點係佢呢個主人房做到南北對流，見唔見到？呢度咧都係有窗嘅喎，兩邊窗打開咧，南北對流係十分之舒服嘅。咁呢個飄窗咧，大家可以利用翻，好似啱先嘅餐櫃嗰個位置，呢度 set 排櫃，然之後咧可以收納空間啦。咁留翻上面咧係通風採光嘅，係幾好嘅。咁呢度咧正常1.8米床啦，兩邊床頭櫃啦 ，set 好呢啲插蘇位㗎啦。咁呢飄窗位咧睇大家後期點利用翻啦。咁呢套單位係位於
越秀天灣嘅一棟18樓嘅位置，總價咧102萬就可以搞掂啦。單價係講緊10800蚊左右又有。而家首期嘅話係大概係15萬就可以上車，即係按照1.5成啦。咁正常嚟講咧，呢個咧係唔使交維修基金嘅二手單位。二手單位咧，佢業主咧係已經交咗維修基金㗎啦。咁如果你成交嘅話咧，維修基金咧係直接轉移到你名下。咁你只需要俾首期啦，俾契稅啦，契稅咧係總價嘅1%，大概係1萬蚊出頭。然之後仲有一個2000蚊嘅按揭服務費，呢啲就係雜費啦。咁到時候咧入住之後咧，就係正常嘅水電煤呢個3個費用。如果感興趣嘅，可以嗱嗱聲聯繫 Jasper， 因為呢個單位真係劈價咗60到70萬，好搶手，好多人睇緊呢個單位，亦都好多人話諮詢緊。咁如果有興趣嘅，嗱嗱聲聯繫以上 QR code，揾到 Jasper， 會同大家直接實地睇樓。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